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27章，将上主的律法刻伫石头。摩西甲以色列众长老命令人民讲：恁着遵守我今仔日所吩咐恁一切的诫命。恁过约旦河，去到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地迄日，着采几块大石，顶面抹石花，将律法所有的话刻伫大石顶面。恁入去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地，就是伊对恁的列祖所应允流年甲蜜的地。过约旦河迄边岸了后，着照我今仔日的命令，伫以巴路山采遐的石头，顶面抹石花。伫遐，恁为着上主恁的上帝，用石头起一座祭坛。遐个石头毋通用铁的工具拍过，着用无拍过的石头起上主恁的上帝的坛。伫迄顶面献烧化祭互伊，嘛伫遐献平安祭。搁伫上主恁的上帝面前欢喜啉食。你着将即个律法一切的话清清楚楚刻伫遐个石头。摩西甲利未人做祭司的，搁吩咐以色列众人讲：以色列人着静静，着注意听。今仔日恁诚做上主恁的上帝的子民，着听趁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遵行我所颁布的上主的诫命甲规例。违背诫命受咒诅。迄日，摩西搁吩咐人民讲：恁过约旦河了后，利未人祝福人民的时，西面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约瑟、便雅悯这个支族，着徛伫基利心山。宣布咒诅的时，路边、迦得、阿瑟、西布伦、但、拿弗他利这个支族，着徛伫以巴路山。然后，利未人就对以色列众人大声宣布：制作上主所厌恶的神像，无论是雕刻的，也是铸造的，搁互人暗中祭拜，迄个师傅就受咒诅。众人拢着应讲阿面。对父母不孝的，就受咒诅。众人拢着讲阿面。以山厝边的戒指的，就受咒诅。众人拢着讲阿面。互失明的人行毋着路的，着受咒诅。众人拢着讲阿面。剥夺外族人甲孤儿寡妇的权利的，着受咒诅。众人拢着讲阿面。甲老爸的某做伙困的，着受咒诅，因为伊有拍拉衫伊老爸的面床。众人拢着讲阿面。甲动物交合的，着受咒诅。众人拢着讲阿面。甲共爸的姊妹，也是共母的姊妹做伙困的，迄人着受咒诅。众人拢着讲阿面。甲丈母做伙困的，着受咒诅。众人拢着讲阿面。接受贿赂害死无辜的人的，着受咒诅。众人拢着讲阿面。无切实遵行这律法的话的，着受咒诅。众人拢着讲阿面。